大方讲缘觉修多罗了义经，懂佛道多罗益。如是我们一时佛家婆，入于神通大光明中，三昧正受一切如来公严主持，是诸众生清净各地，身心即灭平等本际，圆满十方，不离随顺，以不离境现诸净土，以大菩萨摩诃萨十万人故，其名曰文殊师利菩萨、普行菩萨、普眼菩萨、金刚藏菩萨、弥勒菩萨、清净慧菩萨、威德自在菩萨、变音菩萨、净诸业种菩萨、普觉菩萨、圆觉菩萨、显神秀菩萨等，立为上首依诸观想，皆入三昧当住如来平等法会。以是文殊师利菩萨在大众中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犹绕三匝，中规插手，礼白佛言：大悲世尊，愿为此会主来法众，遂于如来本起清净，因地发行，急说菩萨于大圣中发清净心，远离诸病，能使未来未世众生求大圣者，不对邪见。作是意义五体投地，如是三请，将离复数。尔时世尊故文殊师利菩萨言：现在，现在，善男子，你等乃能为诸菩萨，咨询如来因地发行，及为未世一切众生求大圣者，得正主持，不对邪见。你今谛听，当为你说。是文殊师利菩萨奉教欢喜，及诸大众，默然聆听。善男子，无上法王有大陀罗尼门，名为圆觉，流出一切清净真如，菩提涅盘及波罗蜜，教授菩萨，一切如来本起因地，皆以圆觉清净觉相，永断无明，方成佛道。分合无明。善男子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种种颠倒，犹如迷人，四方益处，妄认四大为自身相，六尘缘影为自心相。譬如病目见宫中花，及第二位。善男子，空实无花，病者妄执，又妄执故，非为迄处虚空自性，一复迷蔽，实花生处，由此妄有，轮转生死，故名无明。善男子，此无明者，非实有体，如梦中人，梦时非无，急至于醒，了无所得。如将空花灭于虚空，不可说言有定灭处。何以故？无生处故。一切众生于无生中妄见生灭，是故说明轮转生死。善男子，如来因地修圆觉者，只是空花，即无轮转，亦无身心受彼生死。
非作故无，本性无故。彼知觉者，犹如虚空。知虚空者，即空花相，亦不可说无知觉性，有无极限。是即名为净觉随顺。何以故？虚空性故，常不动故。如来藏中无起灭故，无知见故。如法界性，究竟圆满，遍十方故。是即名为因地法行。菩萨因此以大圣中发清净心，微细众生以此修行，不对邪见。尔时世尊欲中宣此义，而说偈言：文殊逆当知，一切诸如来，将以本因地，加以智慧觉，了达以无明，知彼如空花，即能免流转，犹如梦中人。性时不可得，觉者如虚空，平等不动转，觉遍十方界。即定成佛道，将幻灭无处，成道以无得，本性圆满故。菩萨于此中能发菩提心，微细诸众生受此免邪见。